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台中乌日的福德寺，委托到云林北港的纸塑工艺师来做大师爷的纸神像。讲大师爷亲身来指定要做成阴阳两边的造型，要来展现伊的威严。 法师为大师爷开工，准备要举办普渡法会。这尊大师爷的形象是出自北港纸塑工艺师蔡尼用红母之手，嘛是由台中乌日福泰福德寺的财神爷牵线的，合作已经6年啊。由我们北港财神爷庙里面的武财神跟文财神的结缘麻烦蔡老师来定做我们每年中原普渡的大师爷。这摆造型甲演过无同款。 做成阴阳相平的形象，除了有文官的造型以外，嘛将大师爷威严展现出来。其中服装 AI 装扮嘛真讲究。然后今年很特殊的，他一般大师爷戴的都是五佛冠，他现世出来的是戴的是宋朝的铁盔帽，所以这些都是不一样的。 今年大师爷唔那庄严，嘛将习团200年纸塑的工艺。 好，更加侪人会当欣赏到。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